哎呀，各位聽眾，各位歡迎落嚟，各位對嚟邊啲學嘅嘅節目，同埋已經對個美國嘅，即係禮拜咧話老早請隻節目嚟講拍曲咯，我哋特別嘅邊隻禮拜就是老椒性格加老椒是正老，歡迎。Hello， 大家好。性格加是正老，我是乜都過啊，前線都過攞刀啊，我個去食個嚇。老咗嘅笑臉，是咯，梗係 miss 啊！個紅油，哎呦，個紅油推，你紅油個有春喎，有春就比較幫到買，我唔敢，我驚佢突破佢。特別我對佢有時乜數啊，啲數啊，不多。有都有老椒、白梅加兄弟啊，白梅加不拉贊基歡迎。Hello，抄到你？抄到煮啲煮面嘅，佢啲煮係咪？唔制啊，應該是煮糊啩。梅生都，對啊，梅生都。梅生都係要食咩啊？啊，有係咩？煮下面。然後個有變老椒了，大兵歡迎。Hello， 老細你好。啊，老細咩？還是幫曬，你等陣問了呀？你所謂為 video comment。哦，你都開掉好看。唔係，咩？我諗看啲只喎，我諗看地幫嘅。有個有咖喱包歡迎，咖喱包去食物件，都不得有。無，我這邊 already 3點半了。3點半咪使食。哦，你打車咯 ，Good morning。Good morning。有個有老椒英國醬。Hello，大家好。安得你後尾第啲咩？冇啊，咩講翻啊你？有個有我邊個嘅 boyfriend 敖騰。Hello， 大家好。張拍子，安尼到時說什麼先？還是攏接物件？大家都去。哦，是話，你看。就這樣就就啊，性格嘅是正腦。講得多多聲。你辛苦誒。OK，咱等下我到底換啲 topic 去決定點先，所以咱係樂觀嘅嚟講，講樂觀處。感謝。所以咱嚟講，佢最尾就講咱樂觀處經驗，你告訴關係樂觀處咩就講，免講特別是貴嘅啦，特別講平時。樂觀處，樂觀大嘅處。哦，那英國將嘅處啦嘛，看到樂觀處哦，當今。係樂觀嘅處。冇破病人這邊嘅啦 ，please 啦。無你阿表弟啲咩了？講啊，你人哋講啊，阿冇今日阿冇含面啊。嚟講，就講實講佢樂唔係講樂觀處。我唔捌掉刮刀啊，吹捌掉刮刀，我真性格都捌。開刀啊，開刀刮刀，開刀。落跛，你想講那是 blacksmith 啊，去刮刀啫咩？好啦，我講刮豆腐啦。刮豆腐。我兄弟啊，我有一個歌呢，叫開刀，伊係伊個當初出，伊接伊個陸軍老師對來是人囡仔爾啦，伊講哇，安尼好招病啊，伊人互人食 ice cream 啊，食 ice cream 個食，係咪啊？伊每係咪本地人可以食啊？伊細漢嘅時候係是去刮。伊細漢嘅事咯，人囡仔嘅事，去 KLGH 去。我刮當初。誒，我咪啷叫係咪叫做樂觀處嘅，還是叫大樓，還是啷講咗講，還是叫 hospital？我叫陸軍處，陸軍樓。大樓。大樓嚇。啊，大樓，我講嘅。hotel。放屁。政府處咪是 hotel 啦。政府嘅 hotel。或者我會叫我
我在 Germany 大老时哦，我的 room 哦，伊 view 真正水诶。你看出去哦，上加大下咧 ski resort 安尼款哦。哎呦，嗰時 Easter 吼，過六星哦。然後我看出去啊，有一日我困車起來哦，我看出去哇，我看到上加我家己大條 ski resort，then suddenly 我感覺到我的腹肚痛，哎呀，I'm still in hospital。係咯。梗係不當時。你行險未見過？哎呀，我當時係咪到底係咪學到？哎呀，唔知道。是啦，嗰有一個物件，嗰有一包開拆出來，哎呦，太險。因為你到 hospital 你是唔是頭一擺大樓啊？還是擺大去？這是第二擺了咯。Actually 我有開多兩擺了誒，第一擺是在 Malaysia。Then second time 是在 Germany 咯。哦，你頭一擺去到近處嘅時候，你係去，我有啲薄了。我睇到近處時，你去教時，你會感覺到心情嗰種係特別驚啊，怎麼樣？你可以去到。頭一擺我去在 Malaysia 時，我袂驚誒，嗰時我嗰時是 laparoscopy 爾誒。伊是倒三粒空了哦，伊是倒三粒空了哦，then 呀，佢哋我撕出來啦，but then 啊 ，that one 啊，哇，真正解哦，我嘅 experience 哦 ，after that 我掉佢哋係咪 infection retroperitoneal bleeding， 哎呦 ，so 我規個 abdomen 哦。伊是 bleeding in between 我嘅 skin 嗰隻哦，然後我規個 abdomen 蒸嗰隻哦，哇流誒，我大 actually 後係咧 surgery 哦，你特別大流2日嘅，我 end up 大流7日嗰隻，哇 ，because 我嘅 bleeding 做到我有 complication 啊，我真正 bad experience， 真正 bad experience。對，แล้ว你到底下邊嘅時候，你講下你大條邊嘅是伊 environment 安怎啊？在阿咩是伊 atmosphere 你講下。我個 depressing 呀咯，在 Malaysia 樓，大樓是 depressing 啦 ，because 哦，冇蝦米物件會做嘅咯。then 如果痛喎 ，then 伊 visiting hours 是 limited 嘅嘛，上加9加10點喎，人特別對厝了嘛。then after 你嘅 family 對厝了哦，你咪家己一個人爾咯，聽 ，then keep on call 下你 nurse 啊，聽時 call 下你 nurse 哦，叫伊甲你掃巴肚啦，掃你嘅腳趾啦，叫伊來掃你咯。報名有啦，報名有啊。報名啊，有當時哦，我真聽到哦，伊下你 nurse 本唔知做咩啊，伊看到下你紅油，伊甲我掃，伊夾好紅油甲我掃，then 你嘅 rasa 成日講。成日只刺參咧，其實人到底邊啊嘛，冇人到邊個聽咧。是咯，嗰時啊 first time 啊 ，because 我係佢 complication 哦，我未食咯啫。哦。未困本 ，because the whole body is swell up 啊，所以我真係艱苦啦，未困未食，then 坐條本未困條本未，佢艱苦呢。because after surgery 你真係散嘅嘛，你真係 tired 嘅嘛，你愛 rest 嘅嘛 ，then 你未 rest because 佢哋 air 哦，大條喂，佢哋 abdomen 內邊嘛，所以真係艱苦。你會感覺到你合併房間是就一人大嘅，一人還是參8人個？4個 bed。哦，係咧first time 嘅是4個 bed 咯 ，because 我本唔知哦，我冇去 choose 係咧2個 bed 還是一人嘅 bed，because 我唔知嘛 ，because I thought 哎呀2日呀嘛，所以凊彩啦，少 ，then 乜仔 end up 安尼坐日咯。แล้ว second time 嘅本事咯 ，second time 本事 I thought 是 laparoscopy 咯就，真正用嘅係咧 surgery 啦。But then 哦，入去 operation theatre 了哦，伊家來講哦，即個
即個 complication 本啊，伊行袂出我嘅 fibroid 你知哦，然後伊特別刮我嘅 stomach 安尼大15 cm 啊，然後行出來4點鐘你知哦。哇！ 4 你就大 hours 下久咯，當然你開多。是咯是咯。了，你是唔是有用？你有淡仔啊，即個阿舅講，你成 imagine 可能 hospital 無頂到是無 iPhone 無 iPad， 到 hospital 是啊。是啊喏。無咯啊 ，because 在 Malaysia 伊無 WiFi 好路嘅 ，Germany 個有淡薄 WiFi 好路哦，但路特別好路啦。對啊，我都知好累啦。啊，路特別好路了 ，then 路有淡薄 WiFi，and then 路會用 ，then 可以看，會使 on Facebook 咯，無安尼線啊，看冊本未看安尼濟 ，because 真睇嘅咧。是㗎，安裝 Facebook 咩？啊，那搞亂 check 哦。這邊嘅英國誒，你講厝嘛上，但係問從位你嘅家己嘅電視機，แล้ว伊嘅電視機你特別用，你有一個 credit card，你特別買伊嘅 credit 先，你係伊嘅 credit card 那邊，แล้ว你會用 internet，tapi 你特別用 headphone 先，你特別插伊嘅 headset 那邊，แล้ว你本嚟彈 internet，tapi 你特別興鐳嘅啦。貴啊貴啊！貴本啊，我朋友接樓時，我俾可以伊個 credits，這個節是差不多5半是成價25塊你看，25塊 Malaysian 節啊嚇節啊，南西嚟了，南西嚟啊，呢邊冇貴啊。Hello。Hello。แล้ว誒，咱 OK，咱講當結。你驚困啊？樓頂唔使。頂到嘅老冠厝嘅當結咪老冠厝，後面咪叫清茶，能講下。technology 咯，為細講。你講下。你知我到馬來西亞時啊？古早我到馬來西亞時，我冇去8倍，我冇去大樓啦，特別我即係我first time 去hospital 本是第一炒咪一擺。開始小應該是9歲我會記，แล้ว我真啊背啊，我是應該係無啦呢，反正就係。แล้ว佢哋 nurse try to 講跳回 I check 看我有check 緊你講啊。隨便就會見。對，佢哋 nurse 講查咗7刀咗。哎呦！แล้ว咧過後，伊叫伊個 head of nurse 來查我另外7刀。甲除掉回去。喲，14刀啊，切攞俾。掉到我錢啊！我考㗎，成個肚啊！你看啊！哎喲，教我點解慘都滯，可能肚14刀啊！喲，解哦！因為可能伊個 technology 個伊個nurse 本無 well trained 嘅，我感覺。個嘅我安尼背，好啦。健康。還是真啊慘啊！我想話嗰個老冠厝，頂到來記，咱老冠厝是細漢囡仔，較往時無落去嘅嘛，對。呢個南西頭，南西家己做呀？冇啦咩？你咱家己，你問啊，當然報名啊，真係。時候南西。嚇？你是唔是愛成家情嘅？冇啦，諗下 Halloween 嘅事情嘅。或者 Halloween 情嘅。不，我細漢時，我會記講細漢時去好老冠厝時，你袂使去 under certain 會袂使去，唔是咩？係，伊人無個，伊見仔走嚟走去嘛。做聲。真係12歲。有陣時我會叫知道我uncle，我我姨丈。伊無好事，我都冠厝事，แล้ว我就去看伊事，แล้วยัง嗰度有 visiting hours 嘛？2點到5點啊，是係咪？真係咧，แล้ว是下晡呢？แล้ว我是去嗰邊嘅時候，我就是去樓頂嘅時候我是對着我 parents 上出嚟咧，會關人對嘅時候，แล้ว看你較晚淡薄啊，แล้ว嗰嘢是因為是你就話是你到已經9點，你先9.5點啦，你
大到伊嚟叫房嘅嚟房間要拍正嘅叫人對啊。แล้วว่าตัวนี้สิว่าจะกินเนี่ยตัวนี้ก็สิว่าสังว่าจะชุกสิแต่สิเบสเอากินน้าต่อไปเนี่ยเลี้ยวว่าคิวจ้ะ所以ว่าจะกินก็要เลี้ยวว่ากิน我就知道我該กินเลี้ยว嚟做 experiment 係啦嘅我哋背嚟咧我係做小吧แล้วก็佢知道我記我細漢時我判單係知道嘅就是我報名暑假我關注嘅就定到是你細漢時都就只招去到關注嘅嘛แล้วว่าขี่จะ General Hospital เป็นไงไงจูเฮชาแล้วว่าขี่สิว่าขี่ขวาว่าจะว่าเป้าจะเคปาว่าเป้าจะเคปาแล้วว่าเคกองเคปา Godfather รู้ไหมเคกงอ่ะ我係 K 講啊，就係 K 包應該點？成個你唔是前線嘅巴啦，人叫人做 K 鏡啦，嗱，這是叫 K 巴啦嚇。K 巴 K 你冇聽過呀 K 巴？唔捌。哦，我係 K 巴斯啦，我係 K 巴斯，我係個職。哦，嚇，起嚟嚇，搞你幾點嘅啊？到底你 list？我有看咧，肯看咧。哇！你這啊！哇！搞。แล้ว你 K 八不，你要去除我 K 講啦，去落關注看要試啊嘛。我被 K 掉落頂去時，我咪是接電梯咯。我接電梯啊，我被 K 教時，不 K 教一樓被出來係一樓時，no，我看了對了，伊學到 because 我係 K 講啦，伊是。特步獨立人咧，唔知做咩政府獨立人嚇啦，所以攤大頭房嘅嘛，特啲 GH 啊，攤大 first class 啊，然後伊房間就水嘅我記，然後我就企入邊度 ，OK 啦，冇驚咯。我對來時，我就落樓卡時，頭一站時，伊個電梯開門嘅，伊個咩定嗰個車塞來嘅一個人，把你個條 accident 嘅，伊規頭血嘅了就。哇！我看到啊，我驚伊面上啊，你關光呢？你幾歲？我上次唔知6歲啊，是幾歲？個6歲。哇！真係少年咯。然後 actually 其實是未使去嘅，係因為我係去講樣 because 有 special 咧，樣學去去細漢時。然後因為開門啦，我看到規頭血㗎啦，我驚喎！我 from that time on 啊，我唔敢去，我就驚去落關處啊。แล้วอีก個就裝一筆啊，你再給你小讀一筆啊，我差不多未講，這人無暑假是一筆嘅。哈，你就其實個 deadline 嚟筆，deadline對，所以變咗我驚嗬，一筆啊，所以變筆就係你筆啊，我都無暑假，成日喺 hospital。carbolic 是 alcohol 嘅筆嚟嘅。唔是，古仔是人用 carbolic acid 嘅 carbolic acid。我是唔是啊？伊酒拖卡是用 carbolic acid，係啦，伊哈，像個 deadline 嚟筆啦，就是了啦。特別啊，我知啊，這邊英國嘅陸軍處啊，有好嘅，有無好嘅，有新嘅，有舊嘅。伊人嘅舊嘅啊，真正舊嘅，你成個World War II嘅點先？我頭先做陸軍嘅時候，你接啲英國嘅時，你做陸軍嘅時候，第頭先嘅年啊，你冇接伊 register 過啊，你特別做伊人講 house jobs， 像嗰啲美國伊人講 internship， 你特別做你嘅 internship 頭先一年，然後伊個 internship 是6個月做 medicine，6個月做 surgery。你是個 housemanship 啊，還是 housemanship 啦嚇，開多嘅。然後我做啊 housemanship，我開多嘅 housemanship 啊，做啲我未使講嘢，你管處嘅咩啊？特別我這邊啦，是伊真正出名啦，你若是掉燒，你若是掉按怎講 spinal injury？腳隻骨。腳隻咩？腳隻骨。腳隻骨嘅皮啊，你起好病啊，伊人真正出名啦。特別係咧，你看像真正舊嘅啊，頂擺是World War II嘅時是即美國嘅 Air Force 嘅 base 嚟，然後佢邊個呢垃圾這個呢舊呢老呢垃圾這個啊，我來英國啊20幾年啊，我唔捌看到曱甴嘅，你知冇？特別啊！啲係咧，你看像我看到曱甴啊！啲拖架嘅了曱甴，然後我參過啊，伊戰經嘅了有要求嘅啊！啊，你啲幫曬，我對些啲 staff quarters 是啊，你啲幫曬嘅，
伊會要出嚟走接落嚟叫佢個咧啊！แล้วรู้ตัวไปตินจังเลยแล้วว่าตัวไปตินจังว่าขาอ่ะบอกว่าแค่อีเจ้าจีบว่าคอยจะไอ้ว่าคอทุยเจ้าจีบว่าเป็นว่าไก่แค่คอลังแกเจ้าจีคอลังแล้วอุจิตาว่าที่ปังไซตัวอุปาลังที่ปังไซที่คิวบิเคิล3-4 枚落คิวบิเคิล啦แล้วว่า看到我ที่เจโล是ปังไซ時啊聽到伊啲按怎講啊 stamp 伊 fit 嚇蹬一下蹬一下我聽到伊做呢款แล้ว做乜佢是有出走住你就係講你嘥出了嘛？哎呀，梗係衰咗佢啊！我梗係驚個 boss。你蹬你卡走。係啦，伊走啦，特別伊冇驚人嘅啊。應該點啊？你走接嚟看路嘅，走接嚟你嘥嘛你出？冇啦，我幫出了啦。喲。我落棍處講到落棍處，別人啊，學堂呢係咪落棍處經驗？除了看到你曬崩曬。我大過到那2名啊3名。嚇，叫咩到 holiday 啊？最多嘅แล้วตัว佢哋依時open work 曬啦，แล้ว有。我不是幾人啊？唔知6人啊8人我未記啊。แล้ว即คุณว่า邊啊是一個 uncle， 伊規暝直直多邊餐，咪是多浪啊，sakit。漢娜，因為因為嗰邊有嘅咪是漢娜嘅嘛，所以伊咪講漢娜。OK， 伊是等規暝冇困到。你冇困到是伊冇困到？伊冇困到，我本未困。แล้ว on the left hand side ตัว手邊嘅咧，嗬，個弟弟 snore 個真正大聲。就開車咧。我多點就是未困咯，佢咪就是冇困到。就是咧，我是到老困厝時，唔是講破病了，伊你邊啊人啊，後面咪叫，我哋驚就是咩？我無事解，就是想講人慘啊。真人破病啊！就看看，對，哎呦，我驚咯！我無是講我心就亂了，你知哦，我心。我都夠想呢咯。啥物件？你他媽做下你也夠想。我特登哦，我是 request 我大一人嘅房間嘅，我無愛大2人、3人房間上嘅。係啦，我大一人嘅，我無錯。你若是好夾，你會啦；你若是無女嘅，人你要做啥物啊？係啦，你俾唱係啦。我講你聽，我細漢嘅時，我第一件接老群厝是啥物無？唔是啥物 jam 啊，是開刀啊，是啥物？我第一件是無好，像個我細漢時我真正驚笑嘅啊！我唔識嘢 loss of privacy， 我第一件是係咩啊？特別你做工啲你群厝嘅事啊，你較無呢款了啊！你睇下我無插了啊！我頭幾本嘢我無插了。你做 medical student 嘅時候，伊人叫你啊，你被安怎講話甲人，安怎 find out 伊人嘅病是啥物事，伊人有啥物聽，伊人啥物嘅事啦，伊人甲你講，互伊人聽，伊人講啊，你特別每人啊。特別每人真正按照講 private personal 嘅物件，特別啊，你去伊個 casualty ward 啊，伊都無房間嘅，一個門窗有一個布爾，布冚起來，布嘛，會雜伊個聲。對。所以你要講話甲老人嘅聲，老人吵戲人，你特別講咁多嘛？嚇？放曬啊，boy，你曬定嘅腦嘅咧。對。所以你每人阿伯啊，你。見下隻你有幫曬無？嚇！我問你有幫曬無？係咪？我未聽到啦，講較大聲啦，所以每時你咪講咯，阿伯啊，見下隻有幫曬無啊？你有幫大曬無？還是老曬？啊，女啊，傻女。
哎呀，無 privacy 梗係驚笑這個呀！哎呦，所以規房間嘅債啦，因為老人有幫曬無？哎呦，你啦，我驚第驚啦。你是咁曬啦，你是有你家己房間咯，靠 privacy 咯。啱講爽開，家己一人成咗房間爽咯，南西你講下。因為把你攞過厝哦，而家想學到我呢無垃圾咩？嗰陣是 suite 嚟嘅，你只 KL 有一間哦，伊是迄個 B start 嘅啦，伊房間嗰陣是 suite 嚟嗰度，有你房間哦一規模就看到 KLCC 嘅。哦。要 teddy bear？teddy bear？有teddy bear？係咪啊？喂，hospital 唔是 six star 係咩？唔是啊咩？Six star。8嘅是6 star 係嘛？迄間啦，我無大過啦，特別我就迄間嚟，特別我大嘅是迄種 private 本時哦。我垃圾成日大學掉嗰啲，我冇 pressure 嘅喎。actually 我大 hospital 冇 pressure 嘅喎。OK。你 iPad 咯，用 iPad 咯 ，iPhone。我冇。iPhone 咯。我嗰時，但係阿舅講嗰時，你 imagine 部 iPhone 但加 iPad 時，就啲 hospital 就係咁。大件事啦，我10年前我就大 hospital， 我前年大過2刀3刀嘛大過，我就出住 hospital 嘅。我疼過 teddy bear 呢？哎呀！你嘅 teddy bear？我 OK 喎，我係 hospital OK，但我叫直朋友白白嚟看我。係啊，做party嚟講。我條 private 你一間我，你嗰啲朋友嚟。Miss 嗰啲咪是成個路做亂嘅。冇啦，冇講就幾群啦 ，maybe 一刀幾個啦，你朋友嚟，你講咧，因為 private 又冇插入，你家己一間我，誒，所以冇講大張係咪啦？你都傾偈 OK。像個外國，你看外國親戚啊，外國親戚，會到伊接路見到嘅時啊，伊做緊啲 gastro 嘅事啊，伊做緊 gastro 就知啦，伊做 PR，伊會見到一朋友啊，伊人隔咗是大波人啦，隔咗伊朋友隔咗是大波人啦 ，gastro 咪是冇多 oil 嚟嘛，啊，所以伊接去路見到嘅時啊，伊人隔咗朋友嚟吹伊啊，夾手嚟啲啊，佢發勁㗎啦，成日做漏咗啊，成日做你發啲嚟夾手嚟啲，係啦，我現幫㗎啦，唔好意思，可能㗎啦，一可以，因為如果嚟乖啦，㗎啦，走啊。冇啦，又冇接佢攞罐醋啦，又唔使過行啦。我一句，我一句 OK 嘅，我大致是當朋友咯 ，call 朋友，誒，我一 hospital 嚟看我。因為你真係 emo 啊嘛，咁冇，所以朋友嚟咧。老咗啫。老咗你自己快過，你線本上很貴啊嘛，你冇線，你所講你激線冇激線，你自己本上很貴了，你咪 happy 貴啦，咪是叫朋友過嚟看咧啦，你朋友。不知你朋友那時去嗰個處事啊，讓啊，佢 download 一邊嚟學緊響聽。啊。Anyway，我咪是啦。誒問啊 ，John 啊，等你見。啦 ，that's why。係咪咩？而家係諗佢咩被困啊？你笑。冇，我是驚講嗰時你開刀開八刀啊，嚇阿成家，你嗰個未笑啊。啊！你話什麼啦？誒，咁啊，你唔是破病咩？你頭先唔是掉架切菜啊？你咪笑咯。嚇係咪嘢？你頭先唔是你唔是破病？頭先叫那嚇。嗱，你笑咧。哎呦天啊！冇啦，佢較慘是係咪？你知冇？你那是刮到刮，你係 hemorrhoids，你係 bile 是啊，你笑嘅時你係閃晒嘅啊！你笑啫，冇你只笑啫，你看隔壁人嘅面青烏嘅。你做咩清白嘅啊？講真，人愛大吼，伊得大一人，學大死嘅人。你問大內人，因為內人吼真正我在隔壁吼，你拄着迄種，哪只正日講嘅迄種嘅 racist 啊？冇啦，看啦，要 end 到無？end 到嘅人好事咯。冇誒，你一平我，一平嘅人盡是講啊，我嚟坐呢邊一傾偈嘅，你知有迄種，你嘅電視機開，看到14點鐘哦，你上個嚟大學掉，反正看伊面上無看病嗰啲喎，啊，但係只講電話。
你錄到哦，你差咩啊？第歲講電話。啊！你講電話咧，如果講冇停，你錄直冇啦，頭等佢困時頭聽伊嘅電話起來。嚇，你嘅到到冇追落去，一定我係睇。哦，sorry。介依個咧熱電嘅。啊，那就結束啦。誒，你講啊，冇電機咩咩亂，個應該冇人大。落棍處食物件，食物件。我愛講。來，升格。你話 post 咯，啲 Google Plus 你 post 啲小影我會記了。是啦，他是 Easter 嘛，了我。依個生日看上咧，其實好食。因為我 stay for lunch 哇！有一碟 steak 了我個有迄個咩話真係貴嘅 vegetable 啦，了我該好食呢。That's the best meal I ever had 啦 in the hospital。啊，我看到伊人學你攞簽嘅 asparagus，我看到我會記了。攞嘅 asparagus，伊人冇驚，你食 asparagus 你會嚼臭味，伊人冇驚。伊人做咩嚼嘛？I was in a pain 啦，so 係咪幾本嘢啦？我一禮拜冇長嘢了。所以係咪炒本炒㗎了啦？哎呀，我未攣咯，我未攣，我大隻都會長 A 嘅。誒，我每日我電視會長 A， 伊講你別長 A， 你別使長 A 哦。我看到伊嚇，我別使長 A 啊，安尼慘。幾時都冇長 A？ 嚇？你幾時冇長 A？ 兩個禮拜咧。哎呦！有酒辛苦啊！啊，有啦，用波酒先。啊，我變咗你即係講起吐隻粒咧，就你拿幾出來啊？你嘅嚟食啦就好啦。I think 我是真炒啦。冇啦，會是正啦，會是正啦，是正啦，我炒。去Kentucky，去買伊 Kentucky 嘅 tissue 嚟，用伊 tissue 嚟煮伊成股。嚇，是正啦，啊，真夠炒喏，你咪冇爭嘢。我就冇中意去比蚊。你頭毛有一種咧，花粉咧，可能是你成個 alcohol 咧，吐咧嘛。我是第你當那是講無限爭嘢啦，我哋看開嘅時候，頭時我係頭毛性。係咯，要黏黏嘅哦，地唔係是種嘅，呢種別用嘅。要咧，我有一種你有一種是粉嘅，你成個嘅你別用嘅啦呢種。有粉嘅上杯嚟啦。講啦，咱講排隊也要咪？等陣講隻性，等陣燒掉。排隊也要我看你講我唔記得講乜，嚟讓就個講隻係咪嘅，係咪嘅？讓平時是隻係咪 normally？我關注我都知啊。好驚嘅喎。啊，係咪很驚嘅咪？話你 glass 啊，你識啦。啲嘅嘛，唔是咩？哎呦，南晒你嘅 glass，你關注嘅 glass 較好 ，glass 較我冷嘅，嗰係好驚嘅啊。你係關注嘅 glass 較好嘅話 hotel。係啦。你就 common 嘅，可能好驚。叫 flight 咩？係唔係？一見面燒鴨，我食叉燒，我食 lobster。所以 breakfast 是嘅妹。แล้วรอ一碟sandwich 哦係咪？แล้ว要啲大麵嗰啲哦。啲大就咪 Mary 餅咪咯。哦，咪咯個 Mary 餅啊咯。Mary 餅可能嘅。แล้ว12點 lunch 時候11點幾可能伊就 serve 咯，因為咯愛雞白嗰時糊嗰時 veggie 啊咪咯，แล้ว3點ก็有啲大半嘅哦，แล้ว冇 supper 啦。冇 supper 啊 dinner 我得食國餐嘅哦。國餐嘅自己學到國餐嘅，比較都揸手皮啊啦。แล้ว dinner 是平時是食咩 dinner？ dinner 上咯，本時門咯愛雞嗰時愛糊嗰時愛菜。แล้ว煮係咪鄧人 style 就冇 style？ 鄧人 style 喎，10菜半可能。哦。鄧人 style。แล้ว3行菜，2菜一湯咁樣啦。แล้วอีกก็ก๋วยจี๋แล้วก็ดิเซอร์ก๋วยแล้ว有陣時個你米撈咯，嗰時嗰陣時米撈學你泡，學你自己放燒水自己泡。我記我媽，我記定當時陣時我媽去大陸工作時啊，一開始就唔記得見你，我媽就見你就是，一上個
伊唔知成個是湯啊，啥物嘢是嗰啲叫咩啊？英菜嚇，是英菜 ，spinach 係咩 ？spinach 是英菜英菜嚇。興興菜，一加上個 liquefy 嘅就，所以 puree 青，可能話媽地見你。哎呀，唔夾啲唉。你媽未食定嘅物件。頂未只定物件，呢啲個 straw 係呢熟啊。你講喎。我俾妹啊！你人大啲馬來亞去接去你kun處，邊馬來亞人啊，呢舊笨蛋嘅買隻之類啦，抓啦，買隻之類啦，拎啦，係咪啦？你 kun 處有個呢款嘅物件冇？你有插呢款嘅笨蛋冇？嚇，冇。可是我講你講話，我係嘛寫話係寫一接去 KLGH 啊，然後寫話是4點4字啲扎起時，然後伊人無可以啉半行啊，伊個吹打接佢，然後啲扎起時啊，伊看啲邊樣嘅查某啊，伊人可以試過，伊人可以試過隻啊。แล้วอีปีอ่ะจ่าบ่บ่เจียอีสีกว่ามา所以嘛อันนี้吹打就个每一จ่าบ่啦รู้ไหมเจียเลยสีกว่าตกลงรู้好啊我真係吹打所以哇อีเจียอีสีกว่าเจียกันเนี่ยสองอ่ะแล้ว我係話嘛去吹我係嘛สิอีจิบ去房間看到我係嘛เจียอีสีกว่าอี咩意啊你講你笑啊！你去食西瓜，你馬路加蛇驚啦！我唔知係咪烘啦，但係拎嘅上面唔知。係啊，拎啊，是接烘啊，是係咪唔知係咪貴啦？冇嘢冇接食物件。啲咩我係罵啊！買可以食嘅西瓜，佢成日喺度吹打住佢。誒是啊，做佢嚟只積壓嘅都真喎。咩啊？做佢嚟只積壓啊！係咪面我未使知啊？我未使爭誒。個參過多百多。嚇！誒，等陣，阿豬講阿蕉講伊頭早出去食叉粿條。都係都要哦。哎呦，頭早出去啊，係咪本係啊？咯是。誒，那個啷只你有一種你hospital 特別一邊啊，美國啊，因特別好你成個 jello 呢，成個只菜鹽呢，喎。菜鹽是一個人 hospital 食菜鹽嘅。伊人สุก海呢款，因為你唔使背嘛。嚇，特別有 nutrients 咩？只食菜鹽。淡薄啦 protein 個水呢。你若是白啉啊，有蝦米素白啉啊，你可以食咯。伊咯嘛有水。哦。那個哩哦。咯啊，好食。淡薄個哩啦，淡薄個哩啦。一根嘅水，我看了我講個哩。好食啊！我是個食。啊，伊是 starch， but 伊是 water 嚟喎。嗯。只菜鹽你看到薄薄呢，嗖啫。but 伊是無味嘅，伊是水喎。哦，yeah，咪。嗰啲咧。係啦，那是無味嘅就嗰啲啊。哦。成日你只烘嗰啲玻璃烘咧。有啊。個講落罐醋誒就已經。誒，唔等我俾講，唔係講就已經先，當時候咪，我俾講下你大媽布拉贊，唔是布拉贊記講你排隊日要，布拉贊記，我成日唔講排隊日要嘅事情係俾訂票嘅，你咪你先會。哦 ，get ticket， 對。outpatient 嚟哦，你若是多樓就免排隊。對 ，outpatient。伊人家伊要去落 ward 邊。係啦。我 actually 我想俾每嘢事啊，我想每阿種讓啲聆聽嘅事啊。嚇。讓老公做嘅大妹是咪寫條 flu 嘅人未使接去？冇啊，有咩？嗰條有哦，這邊。有，特別係呢款嘅，阿波都係貴級巴人。唔係貴級巴人，你但是條 flu 特別做花行啊，你靠好大去處。哦，是。特別易啦，是講叫你橫來。哇，叫橫來喎！我全緊知。呢個寫咗真黑寫字本嚟的。哇！一寫個上個叫你 danger，我講你橫接來的，我真驚你橫接來啊！
伊是一下咧 acceleration march 真正大咧就，我想咩數就，你看，如果條路未使入去。你按怎你知條 flu 咧 ？symptoms 係咩？係咪啊？身軀痛，發熱，แล้วก็皮膚流鼻巴肚。哦。特別身軀痛就是了啦，你知無？我做 medical student 嘅時候，我 baru 個入去樓地頭先嘅刀啊，一個你見啊，你要教我人啊，伊人講你要看人有 flu， 你要 test 伊人看 flu， 伊人佇倒佇門窗嘅時候，你舉一個20分嘅紙紙，你下佇塗骹，你講嘅伊人聽，你若是拔起來。扣起來，這個抓住我何路去？伊人那是白白起來，還是真是 flu？ 唔呀 ，flu 是你身軀啊痛到半死，搞無力接啊，你白哈，痛到半死，你白白起來。但 catch a cold 係咪？唔是 flu 嚟啊 ，catch a cold。Cold 是 upper respiratory tract viral infection。安怎無相？你安怎 differentiate？安怎會分開無相 cold 甲 flu？influenza 是接你嘅規身軀 ，cold 是 baru 個疾病你拿拗巴肚淡薄啦，你嘅鼻腔流片。有身軀袂痛啦。有痛，那是 upper respiratory tract viral infection。你無痛啊身軀？哈，無蝦米痛，你無發燒。你這是你發咗淡薄呢啦。你種嘅時候愛困呢，但無精神呢你。你按照你再講，你是，that means 一個項無項物件無相，就是身軀痛啦，咯，甲 flu 甲 cold 入邊。就是啦，你看一隻項口講，你baru 甲痰嘅時候，你無蝦米無解呢聽嘅時，你袂看出嘅，你袂看出嘅，你就要較高淡薄。cold 係貴人哦。條感係貴人啊，唔是條感上行。你喝酒嘅時就貴人咯。我第一件嘅時候，你排隊嘅時候，人後邊度啊，我聽到人把刀喝酒嘅啫，我聽到哎呀，我計個理解嘅，我講冚你嘅嘴啦，你。但係我掉沙聲，我被死了咯，係。我就見本嚟咯，我請馬死。我就 travel 嗰時，我就夾馬塞，然後你有陣時你搭飛機嘅時候，點知我對嘅時我無夾，我搭飛機嘅時，好個仔伊唔是坐我一邊咋，你我飛機大頂嘛，所以咪是三seat，有四個 seat 一個三 seat 咯，我是到啲就拗嚟三 seat 嘅邊啊，一個啲另外一邊我聽到人一把刀真正甜嘅就一下整個嘢，人成個要出來呢，啦，這樣呢聲咯。แล้วอีจ้าตัวละอีก็ถามไม่เจ้าอีเสียงครแล้ว oyster แล้วสิ我一听ค咧时啊，伊上班伊背嘅时，伊成个成个胃不伊脑啊，伊成掉講咧，成日就咁樣，咧先。你看伊邊仔嘅人嘛笑伊。都是講啦，我死啊！我淨係聽到伊笑呢，我咬一散啦，冚咗。因為那姐姐會一到啲黑冰掉就曬啦，我冇冚掉。哎呦，我被打。伊個 lanky 啊 ，circulate 伊個 air，都是咯。上個伊邊啊，邊。都是我冚。我冚我驚，我在板凳人卡手啊，是拍黑手冇冚嘴。即係啲嘢你藤啊邊啊？冇我藤，我藤啊邊特別到啲拗嚟曬。哦，冇陣時你即係啲藤啊邊啊，伊拎起嗰啲是頭大邊出俾佢嘛？我會 air 出嚟嗰邊，我冇時間借藤啊邊，我時間借拗嚟試 ，because 我冇時間白個人，那時我必須上班。特別我坐飛機時，特別我睇頭先我接起嘅，我坐落嘅時候，睇頭先嘅物件時，我冚伊嘅風。哦，你驚伊鼻部？我冇時間伊風吹外邊。你是冇時間伊風咧，還是冇時間伊是 because 是 recycle 咧？no 我冇時間伊風頭先，然後第二嘅時我冇買別人嘅物件，吹外邊。你冇 filter 咩？特間？
啊，我冇相信呢個 filter。filter 啊，冇100%啦，可能啊。我但係啲大人你借人喎，14點鐘冇停嘅。我人 economy class 嘅冇佢頭前嘅你 first class business class 嘅人可能甜嗬，你講點？我想隔了是像啊，呢個特點隔了是像啊，伊人無 separate 嘅特點嘅。是啊，就是我人 breathe the same air 啊，係班機。你知冇啲飛機第清氣誒航時啲道路你知冇？砧板。哈，對，伊個砧板有伊家己嘅 circulation。你若是家己接爾，你家己一人啊，你無參加別人嘅航了啊，你是家己你會航。我買砧板嘅蝕咗啦。哈，冚起來，免互別人接。我 actually 其實我會咯，我係接到砧板入面。你叫人做嘅蝕表好啦。哈，特別伊個背準到話咧，是你話參咯。使到㗎啦，成日。嘥白球啦，咁樣。誒，你講到砧板下啦，講就係即係碌罐處裏面砧板就係經。碌罐處砧板就係經，你睇到大咯，人係死嘅人，都是公司一經啊，對哦。你公司就係經嘅，是你講路老細嚟講啦，別人去用掉是撚就好。去嘅邊咯？sama lah. Kita bang tadi dia PA lang eh singku ding. 我到過嘅 hospital 我到過嘅 hospital 是我嘅房間有一間，然後外口嗰個有一間common 嘅啦，所以會那邊去用咯。你真好嘅哦，我嘅大間哦，有係咧 adult diapers 啦，係咧 sanitary pads 啦，係咧好攞錢嘅 free 嘅。這是德國啊？德國嘅。馬來西亞就冇啦，馬來西亞已經冇㗎啦。我哋 complimentary 啊。係咧 adult diapers 㗎了，哇！真係謝哦，伊特節 replenish 哦。แล้ว我每當時長益嘅位嚇，是唔是冇上嘅？伊個 shower 下邊。伊 separate 嘅。แล้ว要做成 facility 可能上 wheelchair 塞入去咁嘢嘛，係嘛？有一個 chair， 你會 pull down 了，你會坐掉。你敢坐咩？別人我坐過。唔敢啦。伊有迄個蝦米disinfectant 嘅。disinfectant，OK。然後你家己洗清氣啦，你咪坐啦。所以 OK， 真係好嘅。日本人係咩日本人？就是日本人。嗱，你看了人嘅性格加這事情老生日本人咧，你看。嗰陣情況你是地步咧？地步。做日本人差唔多，英國中。係。都食飽未？哇！我唔是食飽啦，我是肥嘅飽。你煮食呀？你打去煮食啊？你成都叫你做咩？成都叫你做咩？成都叫做咩？你驚講嘅嘛？我講你話煮下面，講唔制去梅成都。我煮阿三不賴。阿三不賴係咩？糊啊！我煮澳腰雞，係簡單煮大腸，係 carrot。我你做乜做你大胃啊？你做攞嚟 Joss， 我做你大胃冇夠食。哎呀，直接就食了啦。好啦，攞嚟 Joss 啊，是講。Joss 咧，嗱，你看啲雜貨就成日看咯。嗰邊過驚啊！嗰邊過。女後生。嗱，你啱啊喂？我啱就喂，你去做工啊，你地陪佢啊。你食啱個嘢啊？伊頭媽食隻麵啊，你同伊而家出去食咯，正話個6點半咧嘛，暗暝9點幾10點就食了誒。แล้ว去樂觀處，我咪告訴講，但係我哋講樂觀處，當然講係多啲。樂觀處啊！我講有食誒，有講有幫照幫曬，有長誒。我係使講開刀嘅哦。會使講。講。開刀應該有啲啊，應該有。我開刀問我驚嘅嘛。頭先你開刀呢 OK， 然後佢頭換人嘅衫。係咪換衫 ？Because 伊樂觀處嚇，伊有。fix 好你自己會使換到一條兩條嘅呀。
我直接換4個條。喲！我同你講，做咩數啫？因為我成驚嘛，撈零水啊，梗係臭面啊，即係臭錯面啊。哦。因為我見話你面試啊，邊位嘢啊？你就 sorry 啊。วันตุนะมีก่อนแล้วมีเจ๋งล่ะ20年啦我嘛係你試過แล้ว流咁就要接嚟咩lui啊รู้แล้ว啊唔มั่นใจจะว่าว่าซ่าว่านังโบก้าวซ่า誒定到時間可能定到係面試就學誒就是啦佢成日有lui嘢半條咩都就要แล้วว่าเบตอง啊嘛人成日啊我冇จัง我走去จัง都就要我見陣我就講讓佢哋嚟順房間嘅嘛，แล้ว我就講佢哋冇嚟順啦，我見頭換衫，換咧又我見你哋 room 嘅嘛 stock 要一個 stock 係啊啲衫嘛，擺แล้วเหรอ我見頭一條，แล้ว我見換咧แล้ว我唔敢係啲我係房間位嘛，我係啲仔間位，但係係咩咯？แล้วว่า喺咩個字咧？我當個字我走啊嘛。你在裏頭啊？你人啊，點我係啥？冇交衫好能稱啊！แล้วว่าแก聽冇咯，嘅事聽冇咪壞仔喲。嚇！我淨係靠我方點啦？你嚟最冇鬧零嘴嘅，就是點啊？哇！我鬧到我個老公啊，白好勢，只應字你講我做咩事我佢卡膽㗎了。原來老鄰居佢未曉啊，梗係後代呢就要，而家頭早成。按照講話，按照老鄰居，你長 A 是鄰。當兩隻啦，我係不拉陣機啦，我有意啦，我直接要啉4罐古靈啊。伊要啉4罐古靈。我特別多我愛啉啊 ，because 伊愛啉嘛。哦。啉我真係冇啉俾困嘅我，半夜背知。我係不拉陣機嘛。這是路跟食不拉贊哦。好，冇食不拉贊，冇食不拉贊就臭味啦，臭零數啦，食不拉贊嗰個臭個零數個不拉贊味，個臭臭。邊隻不拉贊？邊你零水是臭臭嘅嗎？臭臭啊！我個妹話硬愛嚼啊。零水，臭的是生的有啊咩？唔是愛食白個有啊？下面我曾見過喎，如果了，一件是你ปั๊ม喎，然後佢哋古靈棍嘛，有長嘅有短嘛，大個細啊，但係佢要一刀一罐啊，喲，你應該去買零嘅定到？我哋平時我拎隻細鳥仔，特別零水係正嘅。哇巴扎，你嚟企起嚟看啫，企起嚟看啫。我喺度看啫，等陣啦，等我晏晝啦，我是未使啊，是等於晏晝個好晏當然冇啊啦，當然流零波啦，打水啊啦。我先攞嚟叫啲。佢真係霸嘴咗。好啊！佢真係霸嘴啊！我。唔使。那是包的嗎？包的呢？古靈魂。distance 啊，你顯現出來啊，伊會嚟叫你飼你嘅不啊，你冇本叫你飼嘅，冇了，係冇插嘅。對數，你看我驚狼我靈啊！這啲邊啊？你唔知接超直做喺你 iPad 咧狼話，狼條路，冇，但係大邊講當見變咗鬧啊，鬧零波是變咗古靈魂咧，狼條路是噗就換出來。當然冇啊啦，做咩事啫？因為佢早響，我人響，因為我開刀嘛，所以飼囡仔食零響，因為當係即個開刀會痛嘛，對，所以就意思假如ปั๊出來後，你飼囡仔較硬嘛。แล้ว有出呢？你就假如係啲係成都嘅，都係啲嘛。如果你借，如果使去買嚟浪到啲咧，個冇人買啊！你就話啊，既然打邊，呀咧，你冇多後尾浸咩啊？啊，你等，叔叔啊，叫叔叔啊！
人嘅領上加古領是無？冇，伊上加巴黎冰嘅，較清嘅，較清嘅。哦，上加較清淡薄啦。我會話啱嗰隻喲，我講我來嚼，伊講只臭臭，伊講我唔敢食。แล้ว我問佢講，你係啲買咯，你參啲人領好。我唔會啊，臭臭，我未食。卡布奇諾咪？冇，你叫即係炒豆黏開隻卡布奇諾咯，咧一拎出來是有 double flavour 嘅 chocolate，唔係coffee flavour。我有一個朋友我做緊啲老鬧嘅事啊。人去沙巴唔一樣，人係俾咪？有 how many shots 就頂？講到件事，講個領。係啦，講到件事。企架等曬嘢啦。我有一個朋友，我啲做緊啲老鬧嘅時，我有一個朋友是本是老鬧啦，伊做嗰邊嘅時要參古領，伊去伊個 staff room 用伊個成都嘅古領啦。有一道伊去入去用伊看到一個無多嘅古領，伊去用去，然後伊個 Miss 講伊聽，你袂使用下你古領啊，迄是伊個 patient 嘅領啦，伊個放出嚟，然後伊聽到啦，伊入去啊，伊就去拗啊，伊個厲害去拗去。我介 curious 這個要知伊有啥物地做？伊炒車是安怎炒車味？伊是炒醋。哦，炒醋。炒醋，伊毋是炒車。炒醋是安怎會炒成個海鮮啊？成個好嘅醋。毋是成個人見那啉古靈啊，令啊你款奶。哎呀！我炒水啊，炒水啊。嚟啊，臭酥啊！臭水啊！所以你講我無換三蚊啦誒。我是個你問你可能古靈。誒，我無換三蚊啦誒，你講對唔對？係炒邊你知喲，我俾係你啊，係你啊，就係你令你買海成個劈你翻嚟啊，咁俾都知喲。但5分鐘10分鐘就俾換喎，แล้ว我3喎換蚊係嘥，你炒邊？個漸掉咩啦嘛？誒，啦，叫佢牙超令到北掉嘛。聽到下啦，即係啲骨頭見叫佢令到北啊！冇啊，牙 gossip 啦。你講自己嘅 gossip 念。後尾說唔捌聽過人嘅古靈靈，唔是古靈靈。我仲捌聽過臭醋。哇，是臭醋嘅嘛 ？breast milk 我做 obstetrics 是冇別人講啊，特別就冇買好我食。喲，所以你解脫啊！我才手裏拎喎。我俾看伊是蝦米味素嘛？actually 我真係臭醋嘅古靈嘅啊！我真係熟嘅。無你臭醋是古靈無香，我們是解咧食湯。特別 not really 真係 I mean 有啲人熟解啉古靈本好啦，特別伊人本袂單，伊係你真係。你成個人泡古靈粉會比較淡嘅，佢嗰 fresh milk。啊，係你我冇蝦米熟㗎。我熟㗎喎，我熟㗎。我冇熟㗎，我熟㗎啉真係臭車古靈。我熟㗎，我熟㗎。帶出來我就啉啦。你講到啲六個字㗎。我講講。乜大令？我哋等做student 嘅時，阮去 hospital 啦，了 maternity 嘅。就是想啦，伊人嘛是特別飼人領下面嘛，咧伊本是大伊個人伊飼了過後，伊嘛是有小 drip 淡薄2點3點咁嚟款，然後咧伊個 drip 到伊個衫，咧伊本是無太換衫嘛，因為伊是government 嘅 hospital，阮無互你安尼 frequent 換衫嘅，然後個伊個。係你叫咩 fly 啊？河線啊，嚟站嘅咯，就係話。我呢河線嚟站嘅，你都是看伊嘛，我走河線啊，你看，你會唔會伊下面數？伊講伊個breast milk 掉伊個衫，然後即係河線嚟站嘛，所以你 imagine 伊個臭醋是安怎嘅臭醋？哦。丟啦！買 imagine 啊，對來。免講了，夠了。免講了。咱講老官處，頭晚你講老官處嘅，要講到落去。我無 experience 過，特別我是要講。我頂次去檳城嘅時，我對我媽去，唔知道佢哋時候，因為我對我媽去夾藥咯。
到啲老官處啦，到啲即邊領嘅 General Hospital 嚟咯。呢時呢度我即係啊，樣真正 efficient 啊，當叫真正快啊，人。你去take number，你去take number 咧，就直接名單咯。แล้วอีเกี่ยวหาเกี่ยวด้วยนำบอกจะควายอะไร冇啦，成個 factory 呢？我5年前咪是想，咪是要夾抓等個半死啊！等，我要講一個故事給人聽先。啊。伊本是屬於陸軍處啦，特別是社經啦。當今啊，馬來亞做迄個上港個人對過來嘅一個啊，愛正啊嗬。做過來嘅人做你叫咩啊？人叫隻名嘛。Confinement home。有比較一個。你知伊甲我講係咪哦？伊到底醫保吹到一間啦，10,000啊一個月。喲。哦，你貴啊！特別隻爽嘅嚇，成大 hotel 呢嚇。特別我比較大個，那閒呢，冇人大嘅，即係伊對條壁講話是高貴啊。伊講，because 伊本是食lucky啦，做咩事啊？伊到底7聲喎。哦，7加7。一樣 double 2類，就由5,000變10,000哦，比較新加冇人講。我咪是來數愛諗怕。你有諗怕就袂使驚咯。伊是因為來人講嘅，伊都叫伊種 foreigner 嘅啦。你真濟，冇。伊吹人對過來較好咯。或者咱講成件我3年前去問時是2,000幾啦，特別都唔是多啲新加坡，伊多啲 New Year 啊，Chinese New Year 啊，新加坡啦，大部。啦，佢咱講成件係咪？這月來，應該講這月來。又好講嘅，咁唔係講嘅嚟幾啦。我愛講幾嘅。月來加正日講。那成件參做過來咯。做過來個正日講，應該暫時攞起來講，因為真係坎坷嘅 IC。做過來是係咪來？Confinement 啊。Confinement 做過來，還做講做想嘢啊。做過來，我 explain 你聽，做咪是做物件做咯，對。讀啦嚇，做過來過就是過鳥嘅過，然後來就是南邊咯，過來，來邊嘅來。就是講你 within the month 啊，做過來。做過來，做。咪姑。啊。你咪得食誒藥，伊是 regular 嘅啊，但你之前是會有做的 drive through 嘅，你知哦。I see. Drive through. That means if it is regular，假使特2-3個月就要去夾一包藥嘅，伊人。already 白伊個藥大 drive through 嘅位啊，所以 just drive through 互伊喺咧 check，then 伊 just 夾藥過才到了，免等嘅。真係方便啊，白魯。你有快一隻快喎，咯，美國咪有上 drive through 成日嚇，成日你 drive through Walgreens、CVS 係咪？我隻蕉，我當然隻蕉隻，我講隻蕉隻藥啊，所以我冇咪去。貴咯，係隻藥。貴啊！呢個，但是你冇 insurance 係貴嘅。我知道是，我就係講我電視看到新聞講人未何 insurance 是唔是啊？但係是呀，因為我唔知是係咩事嘅。多謝美國呀，你 Affordable Care Act 呀。Obamacare 啦。係你是 for 你有。哇！你知道你阿仔會買啊？幫阿仔會買，諗拍冇？仔會摸嚟做嘢。對呀，仔會。阿莫丹呢？阿莫丹。依家等於馬來西亞幫幫喎。哈，對，攞埋幫佢咯，即係正啦。你貴格衫咪是講，哇！你夾你安尼講冇啊？你講有會有蝦米啊？等你搞到 dispose 去啊？即係諗拍冇嚟講。諗拍冇啊？諗拍呢斜冇啊？笑起嚟啊！鬧咧嘛，鬧咧鬧夠嘅呢？鬧跑嚟諗拍，鬧夠怕。OK 啦，講啲落棍處就是講咱去大數字呢嚇，加比個政府嘅落棍處條鐳好大。
政府喺裏邊辦嘢哦。一箍啊！這邊價去世間巴魯唔知幾十塊呢嘛？哦。private 3000幾哦 ，minimum 去。是啦，政府嘅都幾要嘛15塊呢。15塊，50塊呢，有啲 hospital 10塊呢，政府。有啲政府嘅要多好啊嚇。depends on 看你落。因為我間是大節奏 hospital 嘅嘛。看得字。我在這邊國嘅好了咯，NHS 都接老無鐳免鐳嘅。當佢配條好鐳啊咯。個了 free 嘅嘛，冇啦，嘛都有好鐳，都好最鐳。有啊，好7磅60個啊，4磅10個啊。最個都拖鐳。pharmacist 咯。哦喲。冇啦，後邊數落係 pharmacist 拖鐳嘅。哦，這邊嘅你講老，你那是特別要你講老，你對處是要學你2禮拜嘅呢啦，要學你2禮拜。你那是每卡嘅你咪去你 GP， 你去你 GP 嘅 prescription 價是7半半，差不多7半半嘛嚇。7半嚇。啊，7半。哦。你話我7半，特別我 on the main 咯。後面數啦，哦，registered disabled 是冇？有。所以免啦，特別即係第一嘅啊，你接佢你個老人，你免還攞人俾拖你 insurance 啦。係啦，少，我是感覺到第差唔多啲比較就是 ，because 往正嘅啦，你特別少 insurance 嘛，然後是你冇 insurance 嘅人啊，你就看你都冇好事啊，你搞去攞關注嘛，冇好事啊，你覺得去想話，哎呀，我有累好，但是講你冇意嚟講，你是會死呢？啊是會，你咪驚啊嚇，驚話，但是我愛死，還是愛我嘅會冇嘅了，愛得一隻。because 真正貴，你真係看到六棍一刀啊，你見先有去開多掉啦嚇，560千啊，100千冇解，到啲六棍出去開多。你看到我好似個美國，應該點我就真係開多，我就免學半類。是哦。有特別，我是開多，我是免學類，特別我係見呀。我係表面前啊，我真見你咋，人到人無好事啊，嗬，就開刀出來係咪個了嗬？呢個啲機白面前叫求即。啦，地慘啦。伊講啊，你這是係咪攞罐出來啦？你人會謀殺人啦，係咪啦？啊，你講你攞罐嚟嘅拍針我哈？伊講我未好食啦，安尼啦，特別呢。我咪12點講電話講個天光至3點。有人寫你看你啦。你看你喎。扎達會冇嘅，你看你啦。我叫人係安怎個安怎？我心裡想你命嘛是人叫佢轉來學路嘅，老公叫轉來學路嘅，啊冇來做咩？好啦。該安尼啦，你再講下，哎呦，三個人被伊又唔是真水啦，唔是真係假灰啦，人被睇路愛路係咪？愛攞筆。你攞筆我一鐳都冇可以啊！我有個這裡故事，我講，今日我係經驗，我係你講出嘅經驗，今日我是淡薄識嘅啦，淡薄少嘅啦，你講嘅啦。特別我做 houseman 嘅時啊，你做 houseman 時你特別大啲，你講出嘛，然後你按講嘅時你貴。24點鐘你做，你按個24點鐘啊，所以阿妹人無插嘅，伊人若是有事，伊人就叫你了。有一道啊，我哋做工阿妹啊，2點早起是2點啊，我就 bleep 掉啊，伊個 Missy bleep 我，叫我較快去伊個 ward 嗰邊。所以我走入去 ward 嘅時啊。有一個老嘅查某，你知啊老人入去，你講老嘅時啊，阿妹是暗疏疏，若是無夠好啊，伊人會成個頭腦成個小淡薄去嚇 confuse 去。然後即個老查某啊，伊 confuse 去啊，伊有啊，伊有一個手領佇內邊，伊會幫助嘅坑啊，可以幫助去那邊一個 bag， 是丟啦，就 categorize 啊，所以伊 check 起來唔知係咪水，伊 check 起來伊 confuse 起啊，伊驚，所以伊徛起來伊問出啊，驚伊個手領啊，跳出來，
show 伊照诶 bag 啊，哦，伊啊，伊诶 what 有力诶，伊诶 what 有力诶查某嘛，伊诶 what 有力诶查某，三门窗了，对面即个有三门窗嘛，伊是中午诶啊。中午了，伊是咻，伊個 bag， 伊個了人嘛扯起來了，就扯驚啦，伊人驚，伊若是放伊個 bag 出，伊人嘛丟伊個腳咯，伊人直講，所以咧我接起伊個 word 時啊，個較慘，後來點寫我冇做我係 laser surgery 個啊，你穿白鏡，我係白鏡成個 John Lennon 嘅白鏡，你知冇？高，二成個 John Lennon 嘅白鏡，了我接起時啊。伊看到我，伊講啊，我特別講阿毛啊，伊講 ，Oh my God, it's the Emperor of Japan. Very wicked man. 哎呦，伊罵我是日本人嘅王啊！我講嘅，我講嘅伊係咪笑講？我話你驚伊拍照，我拍照咪可以困夠架架黐線。驚伊陪單，你做咩驚伊陪單？走計伊陪單，攬伊起來啊！攬我晒咪先，攬伊啊！伊條拍啊！伊整到我係變走啊！我用伊拍照。簽伊個卡吹啊，巴魯加唔知啊，掛針聽啊，哎呦，扎起時我 keyboard 嗰陣時我有一個愛白蕉，哎呦，係啦，學習冇拍，你接嘅是呢啲翹掉嘅狼啊，你冇嘅拉接起啊。你而學衰啦，伊水無出啦，伊係擺冚起來，特別人驚嘅是伊放你出，伊就翹伊咯，伊就翹來，若是掉路，無但是伊係爆嘅爆炸啊，是蝦米啊？咁你聽佢講你做咩？我大哥爆會照啊，會差不多愛會食啊，摸本啊，真正摸啊，真摸起來。你講中，你 feel 到你家己是 Japanese 喎？冇啦，冇，你 experience 佢話你咪是接起上嘅景色面咯，你看嚟你家己嘅面。我想啊，我冇有看成個日本啊，我係皮剛嘅咧邊，佢冇得做啊。冇，日本啊有較大嘅皮剛，成個過年嚟啦。哎呦，因為白豬無安尼新成嘅人嘅嚟看。這是等人，嗱，安尼看是等人。冇，日本啊，安尼看是過年。哦，是咩？未改我成個過年，你看我目睭是落誒。安尼看是過年。你看我目睭落誒。日本，安尼看是過年啊。安尼看是過年。我覺得那是安尼看differentiate 係 Asian 嘅時候。你看我目睭。哪個韓哪咧？這是等人。冇，佢哋那是安怎？佢哋那頭兵嘅。這是女方。佢哋那只大粒嘅。我唔知你講是。我講數愛講食驚嘅。嚇，食驚講咩？講咩？我看過是就等頭一日去maternity ward 嘅時，我呢拄好去the delivery room，แล้ว咧個看到咱 Malaysian 三個 race 嘛，แล้ว個看到三個at the same day but not at the same time 生啦，แล้ว咧頭一個是chocolate 嘅，แล้ว個 chocolate 咧個生。咧伊個講咗，咪叫我伊個媽叫伊個媽咪，個了佇講講啥咪，了頭一道看，只個你講你在個樣講個，像個你規個心尾搞流出來嘅款，了我個去甲我朋友講，個你我看生囝安尼徛嘅喎，我不當買生囝啦，了 OK 啊，伊 baby 出來啊，伊個 fine 啊，伊 OK 啊，了第二個咧是白嘅啦。แล้วก็
哦，一聲都無出哦，打鼾，結個條哦，一直結哦，一聲都無出，你也是無講誒，然後未俾出來啊，然後個甲我朋友講，你看唔是講真正聽了嗎？會使個再考慮，會使成聲。然後第三個咧是dark chocolate，然後哇！It is up with like a final stage 嗰度 I think it is almost like half an equation where around 個有一點鐘安尼款甲出來嘅。伊講個叫伊個做工18大個了來，你知哦？然後過來，那個面試伊 already 講個規個 delivery room，I think it is 3-4個，I think 有5間，政府嘅嘛，都有5間。面試個了被打鼾了，你知哦？個走進來甲伊講，你唔係講你大聲啦，你做嘅時個咧收費，你叫你成驚，你大聲甲你上聲。你講我會รู้ actually 我睇過一個 study 人講下，即係個人啊即係 pain 嘅 threshold 啊，較低你知啊？我唔知有冇啊？哦，有啲有啦。我睇過一個有一個 study 講你知啊？I mean 唔是講個了啦，你知啊？特別人講人個 high percentage of 個人啊被打鼾聽。係咪數啊？你看嚇，唔知啊 ，genetically。冇啊，但我 compare 安尼這是正嘅喎，伊人袂打鼾聽，伊人淡薄，你當伊人淡薄，伊人கொஞ்ச講了。我唔知是 genetic or culture 啦 ，maybe 有啲 culture 啦，算是 culture 咯。特別我嚇，但係人講嚇，我甲係咪臭豆本身幾驚啦。特別無，你是講你一人啊，pain 嘅 threshold 無相，你知道？所以有個人聽16點鐘啊，係啦，是無講樣噶，上加迄種18大嘅啦。無啦，你都係看人，有人較無見效嘅會講較大聲啦，有個人較見效較斯文淡薄了，伊人可能亂掉啦。我可能佢 focus 喺別個位嘛。我相信咧 pain threshold 無相，我知，因為我只搞打鼾聽，所以我不看。我本身就搞打鼾。嚇，我只搞打鼾聽，我係頭腦係我係成個，我係識 escape 嘅咋，我就聽時，我係頭腦係走去別位嘅，撲去別位啦。安尼好啦，特別有人啊，伊人講了較袂聽。嚇，伊先 release 伊較袂安尼聽。第好笑是，成件你都唔想啊，呢種人。第好笑成件事是做咩嘅呢？我做啊 obstetrics 有一個做咩嘅呢？查某啊，伊成件是伊搞成件了啦，伊生3-4個件了啦，然後第5個伊接來，我啲 on duty 嘅時，伊啲生伊個件嘅時啊，伊咩嘢啱嘅啊，伊咩嘢啱話啦，嚇，伊咩嘢啱後面臭話咯，你聽了你本嚟見笑嘅啊，調啲啊。Ah, yeah, Aga, you bastard! Look what you did to me, you fucker! You're not coming near me anymore. 臭啦！你徛啲外面啲房間臭甲流屎啊！嚇，了伊驚死時啊！伊驚死時上佢伊 normal 去。哦，你使去消氣呢？好像。係痛咗嘛，痛過頭。你講 actually accept 嘅啦，嘢嗰時啊，就使得謝你啊。Express 伊家己嘅 self 咧，會咪 focus 掉安尼隻物件嘛？點知？我咪會應該點啊？比方咧，走時應該點你第一 memorable 你第一記掉。你攞罐就發生係咪物件是第好笑噶，還是你第一記掉物件？我第 memorable 嘅節啲攞罐處是我第頭先嘅節。係咪數？嚇講。特別伊唔是好嘅 memory 啦。是你見啊？是你見啊？唔是啊？冇，我baru qualify 時。我攞學第啲對時哦。路邊教官啊！啱咩？你困起來時，你隨陣就你第啲咩都你問清啊！你看。我地頭先嘅。
解看，我小弟我解看。啊，你講咧頭先，特別啲英國啊，先嘅陸軍地頭先嘅做工嘅節是，特特呢是上嘅，是8月1號。8月1號啊，我講兩聽臭豆啊，你免破病啊，特特呢啊，8月1號啊，你靠好免破病啊，你那是接陸軍佬，搞了伊嘅陸軍是先嘅。先招㗎啦。嚇，搞了先招搞了，唔知破行嘅。แล้วว่า地頭先嘅節咧是92年8月1號是我地頭先嘅節做陸軍。哎呀，我冇困啊，幾節24點，我諗 on call 嘛，我係 firm，我係 consultant on call，所以我hand 接依個陸軍 through 嘅時，依兩學我一個 pager，依學我一個 pager，依兩 right you're on call。Go down to casualty。哎呀，我落去 casualty 啊，24點正？即24點正，我冇出咗一個啊。啲做啊？啲 exact。人學啊，38人接樓啊，38人，4人死，9人死啲外面正。哎呦，頭一節。哎呦，嗱我啲做工嘅時候，我啲想個家己啊，哎呦，慘咯。參先路做下咪貴，辣嘅你路做工最做陸軍，睇下做陸軍是想搞，會笑嘢咧。錢啲個我計 stress 啲個，我想講，哎呦，我考去做 banker，收嚇你是第 memorable 咧，我搞我死我半被記起啊！哇！我笑嘅。casualty 㗎，兩個直接被包槍落軍處啊 ，before come。冇啊。我咪教佢講，是講嘅是真正變態嘅。嚇，講。伊是我在陸軍處做工嘅時咧個，因為我是面試嘛，所以咪是特別和正病人叫人啊，人咪是嘅和伊幫助啊是蝦米咯，然後。他是打嗰時是我嗰時 student 個，唔係嗰時學掉個嘛。然後咧有一個印尼打波咩單嘅。嚇，是唔是？伊冇啲啊，伊走啲啊。是巴比啊？你知哦，伊 every 15 minutes to half an hour， 伊特咗 call， 伊特咗訂 call bell 啊，伊假如講伊要幫助，然後嗰啲咧。The first call 我朋友就提醒，然後一個走出來，伊講啊 ，you already erect 掉了。喲，冚濕啊！伊 erect 掉，伊講嚇，然後咧我講了你做咩？伊講我8歲以後，然後我講嚇，你咪咪走啦，咪關你所 just 學伊 uriner， 甲伊講你放了你叫我，然後 OK 咯。伊即期是因為我袂記蝦米事，我把伊個手無事，伊個教我然後 after 15 minutes 伊個再訂 call bell， 然後我教我講 OK 你咪接，我接，然後現在咧，因為我看了面較惡啊，所以我接，然後我講問伊蝦米事，伊講伊要幫助，然後嘛 OK 我去叫 uriner 互伊，然後現在我即期嘅時咧吼。伊開便便了，你知無？嚇！伊開伊個 blanket 便便了，然後伊甲我講，我手痛，我袂頂當。Oh my god！ 伊個是愛往動了下做 uriner 互伊，然後我頭面伊，我甲伊講，你入來毋是因為手痛，你手無事，你家己下。然後然後我個出去鬥互the registered nurse 聽咯。然後 register 呢，時期唔知按怎甲伊講蝦米啦，然後伊個唔敢做人話咯，too much 了，你知哦？你看到你係學生嗎？你不要講迄個加多啊，改硬啊！作息啊！你不要改講。哇，上較正誒，特別較細爾。特別有影是無大啦，細細個爾。無，你應該講你等陣，我對嚟咧去舉一個碰鏡。
你而家碰見個一個雜擺布隆啦，解脱，解啲雜擺布隆。好啊，我嘅雜擺布隆試依個咕咕椒啊。誒，你請你 glove 嘅時候，你去幫南部環啊，對，冇環椒，你去幫嘢，幫我可以爽可以調環椒。錄音。做你看到我 check 環椒嗰時，我特擺未記啦，我記環椒。真係衰啊！亂笑啊！真係聽啊！成個我個姐 friend 嗬，已經掉咗仔哦。你講一掉嘅是荷蘭嘅。嚇！哇！你一袋。哦，你講嘅有影寫袋，and then 都可以去 orthopedic work，so like 伊人是袂行路，代表是困咗病床了嘅。然後就咧，伊叫我 friend 出來啊，嗬，伊 get ready 啊，90 degree 嘅嚟講咗。係啊，開始講。actually 我是做到啲 hospital 做關事嘅，應該是直頭看到4百嘢。我是看到飽了，actually 佢係 compare 個，哦，伊是唔是大，是大咧，伊是咪 color 啊，一種。啊，呢個關事啊。呢叫做有研究。啊，有研究對，我咧會曉研究嘅。我爸講安怎啊？食物件嘅時候，白白講，我怎麼切會使啊？是蝦米 color 青色啊？對。然後有咧個講，哇！我怎麼切咧？真係臭味嘅！我講嚟看啲物件，啊，不過定嘅，一對嘅就你去學嘅。哦。我冇乜掉，去學嚟解除。喲，幾啲我未記定到一個唔是大杯。大杯啊！啥物？叫你叫隻老公到啲 Chicago，唔係做咩阿杯大杯咩？唔係做咩？咩大杯波嚇？大杯波。因為是伊到啲 Chicago 去做老公嘅嘛。你講一個查某咪是去搞未幫曬嚇？你咪是條腳仔你去屙咯。哦咧是 in 咗出嚟先，就好像破就出嚟噶啦，丟一鬼邊噶了。Manual disinfection。丟鬼邊噶了，佢講一個無情馬洗斜講嘅無情馬。拜 junior doctor 都會做嘅 ，junior doctor 還是 junior MSc 都會做嘅。Manual disinfection，你喺度做人啊，伊人袂曉掂嘅啊，伊人直直講，sex 計人嘅咧，嗰係geli 之鬼，都未叫伊人，無夠參了啊！我都未 all 會曬出，都未做你看你聲，成個路 enjoy 你看。那是 painful 咯，仔哦。係啦。哦，希望我唔是當啲隻啲 Apple 對啦，聽到是片。OK， 感謝各位聽眾收聽這裡把呢我哋暫時講到一邊先啊，若是有興趣來參加我哋嘅節目嘅時，讓把刀就使去 Google Plus 去隨邊啲學嘅嘅 page，然後就俾 add 我去佢哋 circle，add 去 circle 咧就把刀有錄音嘅時，你就會知咯。等陣嗰陣我冇看到一個建照講嘅，建照講伊講咩啊？伊講伊開刀嘅事。等陣我讀啫。伊叫到都係話OK tweetbot。伊講伊建照講伊 before surgery 時，伊個大波嘅面試只係解貼伊個爛膠膜。屌，做hernia operation。你講 kind of sensual 喎。一個人仔 OK， 然後特別嘅邊呢隻禮拜就是是正佬加上架加 teddy bear， 上架困了嘛？上架困了嚇困了，然後個代表，然後個有白杯布拉珍雞加炒豆，然後個有咖喱包，然後個南西啦。個英國中，甲伊後尾 teddy bear 行掉來 teddy bear，然後個有
autumn OK 意大利呗你個大媽佢就個冇好安尼好個大媽第一邊佢接嚟隻真係嗰隻啊未記啊OK 啊，感謝啊！有人若是有趣味咧，聽下去介紹你朋友聽啦。OK，感謝各位聽眾，下禮拜再見，拜拜。